各项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9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美国总统 Trump 18宣布讲，要暂时把美国甲加拿大的边境关起来，要阻挡武汉肺炎。那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嘛有同意，而且加拿大即马嘛要推出救经济方案。受疫情影响，美国股市昨昏是搁盘中搁一摆启动熔断机制，这是2礼拜来已经是启动4届的15分钟暂停买卖。道琼指数收盘落1338点，收伫19898点，爆破2万点。上新的消息是，纽约的证交所有2个员工去围钓，所以对23开始要把交易大厅关起来，全面改用电子交易。这嘛是纽约的证交所头一摆安尼。美国股市18开盘大落，标准普尔指数盘中落7%，搁一摆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15分钟。熔断冷静期并无效果，开户交易了后也是一直落。道琼交易指数不落超过2300点，虽然尾盘有淡薄又回来，道琼收盘也是落1338点，收在19898点，是2017年2月份以来头一摆爆破2万点，嘛差不多甲川普上任以来所起的拢落登去。The big thing is to make sure firms, individuals, family, everybody gets through financially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virus, and then they can participate in the economy without having, being financially destroyed because of the virus. And you'll see the economy ramp up pretty quickly. But if we get broad-based business de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struction, then that's going to be more of a challenge on the other side. 虽然前一天华府进行高压的救市鼓励措施，嘛考虑对公众无条件发放消费支票，啊，毋过是报道消毒市场对武汉肺炎疫情冲击经济烦恼。为着阻止疫情继续扩开，美国总统川普18宣布暂时将美国甲加拿大边境关起来。And we both thought it was time. Now it's not affecting trade. It's non-essential. It's non-essential crossings. It won't affect trade at all. And it was just something we thought would be good for both countries. 北京官员强调，这是禁止两国下境观光旅游的无限期禁令，啊，毋过对企业甲商务往来会较宽容。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嘛伫记者会证实这项措施，嘛宣布会推出规模约210亿美金的财政刺激方案，来帮助加拿大渡过危机。另外，川普嘛佮一摆保卫家己使用中国病毒讲法，强调这是正确的讲法。Why do you keep using this? A lot of people say it's racist. It's not racist at all. No, not at all. It comes from China. That's why. It comes from China. I want to be accurate. 那我甲大家是宣布会伫东华甲西华部署海军人数号甲熟悉号医疗站，来化解病疫压力。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国内昨昏是各增加23个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其中有21个是对境外入来的，有2个是咱本土病例。目前咱台湾确定病例有100例。指挥中心是表示讲，其中有1个是来咱台湾佚佗的法国人，伊来台湾第4天，感觉身体无啥爽快，那伊也未发烧进前，伊拢伫咧台北市来佚佗。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个案一改增加23例，各创高一天新冠的记录，累计已经有100个人确诊。新增加的病例当中，有21例是境外移入，其中包括土耳其旅行团18新增加4例确诊个案，有2个人无症状，另外2个人是发病了后采检才确诊。目前这个旅行团10个月团员已经有13个人确诊，另外17个境外移入个案是有西班牙、美国、英国、法国等等的旅游史。土耳其旅游团它总共有15个人。好，那到昨天他们有9个人确诊，那今天该团又增加了4个人，好，所以那团几乎是15个人里面有13个人是确诊的。若是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分别是20外岁男性甲20外岁女性，其中20外岁男性是埃及团确诊个案的接触者，伊无症状，因为是接触者采检了后才确诊。20外岁女性最近无出国的旅游史，3月12发病了后，看医生3届才确诊，感染源的部分也搁爱调查。急诊就医，那因为没有明确的旅行史跟接触史所以医师也无法排除是这个武汉肺炎，所以他们就通报了指挥中心表示，新增加的病例当中有3例算是高风险，除了本土病例20外岁女性，甲1个印尼返来台湾的民众，也阁有1个来台湾旅游的法国人。伊主要的旅游景点拢伫咧台北市，来台湾4天发病采检确诊。他12号到16号大概就是一般的观光客的行程了
那不过他16号开始有这个早上开始有发烧的症状哈，所以他就其实一早就去就医了。另外，因为考虑到全世界疫情继续在扩大，指挥中心嘛宣布，从3月19饭店开始，甲美国、加拿大、澳洲、甲纽西兰等等4国，包括转机在内，旅游疫情建议提悬到第3级的警告，提醒台湾人应该避免去当地所有非必要性的旅游。而且从19开始，所有到国外入境的人，拢必须要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台湾的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确定病例有100例。咱来看这100例伫咱台湾的倒位。目前，咱台湾有100例，伫台北市是上侪，有26例；新北市有25例，桃园有13例，北部就占一半较低。伫台中有9例，高雄有8例，台南甲彰化拢是5例，南投甲云林是2例。另外，伫嘉南、宜兰也有苗栗、新竹县、新竹市拢是1例。这资料拢是公开的，是疾管署提供的，伫咧网站拢有。这100例内底有1个是伫台南读大学的大学生，伊对德国返来了后，虽讲伊无去学校，也毋过又甲2个同学烧酒食饭，其中有1个即马当冲的是讲发烧啊，当地等待检验。在西南部某一间国立大学才传出大学生确诊武汉肺炎，引起校园紧张。即马佫传出另外一间国立大学的女宿班生也因为接触过确诊病人，被疾管署要求离厝隔离。这位学生是在3月7号，然后他参加了一个活动，然后他在3月10号的下午傍晚的时候，他接获这个卫生局的通知，他需要居家隔离。然后我们也在会议里面立即采取的就是希望这些跟这一位需要被告知居家隔离的师生们哈，他们需要健康自主管理。经过了解，接触的确诊案例都是第47个3月初5为荷兰返来，第3月初10确诊武汉肺炎，也毋过伊甲女宿师生刚第3月初7参加一场伫台南的户外婚礼。疾管署随即对女学生在内的10多人开出离厝隔离单，经过好好调查，伊的课程拢总接触过39名师生，这些师生也自主管理14天，目前状况拢良好。这个日期要到3月22号，那3月23号他们就可以返校来。那他们目前呢，我们每天都有监控他们的一个健康的情形，居家隔离的这位同学回报的情况都非常的良好。也有另外一间国立大学方面，确诊的查甫大学生在暗同齐食饭的2名学生，其中一个人伫17A 道出现发烧症头，体温达到37.8度。我们昨天2位居家隔离的同学。他们其实在新冠肺炎的筛检，昨天晚上结果出来都是阴性。好，那他们目前的健康状态其实还不错。学校强调，虽然体检是阴性，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暂时收伫负压隔离病房观察，继续接受2采3采。武汉肺炎入侵校园，所以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对中央做出呼吁，希望大学师生会当比较高中以下的方式办理，禁止出国。也再次表示，只要民众把握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就会当镇压武汉肺炎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时间已经是9点较加，咱台北股市嘛已经开盘，咱台北股市今仔日开盘随盘222点，目前也搁在落盘，已经爆破9000点。国安基金伫咧今仔日要召开临时委员会，敢有可能会入场护盘？咱会做回关心。继续来关心武汉肺炎伫全世界传，德国的总理梅克尔真罕见，伊是伫咧伊国家发表全国的电视演说，强调讲这是德国在二战以来即马面对上大的挑战，这嘛是伊执政14年来头一摆伫咧过年以外发表电视演说。防止武汉肺炎疫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土耳其18宣布，全国民众拢爱伫厝内，袂当凊彩出外，佮将甲叙利亚、保加利亚少年边界拢关起来。Mecburiyeti olmayan hiçbir vatandaşımız tehdit ortadan kalkana kadar evinden çıkmamalı, kimseyle temas etmemelidir.
埃尔多安强调，只要民众配合，3礼拜就当解读进步。在之前，政府已经将学校、甲大学、电影院、酒吧等公共场所关起来，暂停清真寺的祈祷聚会。要减少疫情对经济冲击，埃尔多安嘛宣布投入1000亿里拉，作为4600亿新台币纾困金，对企业减税。根据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过去一天土耳其增加活100例，累计有191例有2个人死亡。德国总理梅克嘛伫德国集会发表电视演说。Seit der deutschen Einheit, nein,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 gab es keine Herausforderung an unser Land mehr, bei der es so sehr auf unser gemeinsames, solidarisches Handeln ankommt. 这是梅克尔执政14年来头一摆伫新年以外时间发表电视演说，伊强调病毒危机真严重，嘛指出专家当地赶紧研发预防针甲药啊，按个目前伊的应对方式，还是病毒传播速度变较慢。德国过去24点钟增加要3000例，累计病例已经破12028人死亡。另外，英国嘛开始有强的手段，宣布各级学校3月20开始关起来。按英国媒体报道，伦敦可能封城，首相强生表示无排除任何可能。 We live in a land of liberty, as you know, and it's one of the great features of our lives that we don't tend to impose those sorts of restrictions on people in this country. But I have to tell you, we will rule nothing out. 疫情嘛，英国政府无来面对其他议题。记者会有媒体问脱欧的问题，强生上去讲禁止讨论这个议题。英国目前累计病例破2600例，超过100人死亡。 西班牙过去一天增加超过2500例，累计超过13000例，超过600人死亡。欧洲疫情上严重意大利是增加超过4000例，累计病例破35000例，外近3000个人死亡。病例一直增加，嘛，予意大利医疗体系挡袂牢。大学部长伫意大利集会宣布，会免除1万年医科生的资格考试，可提早8到9个月上任，协助对抗疫情。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咱怎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即马伫咧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1万例。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有80908例，死亡人数3239个人。咱台湾昨昏加23例，目前台湾有100例。 香港有182例，那日本的本土有919例，南韩有8413例。中东的国家，伊朗疫情上严重，已经超过17000例。欧美的国家，意大利超过35000例，西班牙超过14000例，德国是超过12000例。那美国甲法国已经要挖1万例。伫咧英国有2626例。 来关心香港，香港政府即马是讲，即马要防疫爱面对外口来的感染者。若伫中国的武汉，是有医生也讲，除了好势防解除隔离的病人，即马拢无问病情，就当作伊已经好离离啊，凊彩放病人出院，怀疑讲这拢是为着政治。向民致敬，感谢武汉。 武汉肺炎爆发了后，中国一直对外讲疫情好起来消息，卫健委公布10次上新疫情，除了湖北当地新增确诊13例，其中12例是境外输入。中国国家头一摆公布无新增本土疑似病例。我国内地首次无新增本土疑似病例。湖北除武汉以外地区已连续13日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不过，东在区武汉却无平常，连续3天出现猛诊的新增确诊，专家警告这是危险信息。武昌洪村病院表示，是病人来自封闭社区，代表防疫有空旁。有医师录音下了，官方早就停止准确度高的会清检测，和洪村病院病人紧紧出院，达到清晨目标。疯狂的那种牵制解除隔离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他真的是从政治上要考虑要解除隔离了。他不问你。 就是你从发病什么症状到最后，他根本就不问，他只看片子，片子一看好再吸收可以。我们应该武汉的基本上幸福感染的可以清理，清理以后呢，如果再观察这个2个星期吧。
有中国因素乐观表示，若讲武汉20无新增确诊，2礼拜了后就当恢复正常生活，要透过纪录片传达3000多位医疗人员撤离武汉，强调武汉疫情好起来的意思。面对中国自招封关境外输入，欧巴宣布急省爱自费集中隔离14天。另外，香港疫情也在扩大，航空媒体拢沦陷。香港国泰航空2名空服员确诊，南华早报也证实自家员工确诊时，香港媒体头一个，也搁关掉2间办公室。28日空手道选手李俊豪为澳洲登去香港确診，成為香港頭一位胃着病運動員。最危險，即係其實最危險嗰啲就係其實佢已經惹到㗎啦嘛，佢感染咗嘅，咁咧就分隔出嚟先，住酒店啦，咁屋企人咪繼續喺屋企咁。港府認為，香港繼續第一波烏巴數字個案，第二波傳召公主號郵輪了後，即馬面臨第3波，也是規模上大嘅境外輸入，所以未來不排除禁止外國人入境。記者綜合報道。家鄉親做伙來關心天氣，受鋒面甲華南噴霧區的影響，今仔日會落雨。除了南部平地以外，各地攏是低漸陣雨。明仔載鋒面走了後，水氣才較減。咱來看雲圖，佇咧雲圖頂頭會當看到鋒面頂懸一撮正高的雲氣，佇台灣的北部海面上探到西邊的中國華南。今日咱台灣受鋒面甲華南噴霧區影響會落雨。若明仔載拜五，只剩北部、東半部有局部低漸雨。其他的所在，外島攏是多雲到好天。也毋過今仔日甲明仔載這兩天，西半部、金門、馬祖會大霧，會影響能見度，而且空氣品質嘛無啥好。佇咧溫度方面，今日各地攏會回升1度到2度，北部、東部高溫佇咧24度到25度，中南部有28度到29度。也毋過早暗有小可涼，出門嘛是愛早外套。昨咱國內的武漢肺炎病例一困頭加23例，但已經有100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下晡一記者會一開煞，尾暗下下班的人就趕緊衝去大賣場小濟買物件，親像衛生紙、泡麵、罐頭，才會使囥較久的民生物資，攏互買了了。有鄉親就講，看這落辦勢，若毋知影的人，攏掠準是中元節到位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8宣布，國內武漢肺炎確診人數破100例了後，暗時各大賣場出現真濟下班的人，要搶買民生物資。這是北部賣場，雖是平常時，暗個買人三個價差不多。就是說，當然有聽到新聞啊，那我們就是來加緊買一點啊。那應該不會說搶着要買一些東西了，試用就好了，夠用就好了。喺櫃台每一個人攏提一包衛生紙，真濟貨架罐頭、些些泡麵攏用掃了了，因為是平常時，賣場的人力有限，店員先趕緊補貨，暗個賣虎搶貨速度，看唔來人客，剛看到貨架頂頭攏無物件。現在可能就還是會先買一點東西準備一下吧，不知道的話，還以為今天中元節拜拜了。在家裡真的沒有了，然後想說。因為也要避免，就是盡量避免出門，所以才會就是來的時候能買，就先囤一些起來，就比較不會需要外出。因應國內疫情變勢做準備，保證期限較長的民生物資，親像罐頭、泡麵，或者是衛生紙，攏用買了了。不過菜色水果、甲冷凍食品也是依時正常。記者綜合報道。世界鄉親，咱做伙來看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先來看《自由時報》，為着要保護美中貿易戰，美國對中國媒體做出限制，加上川普挑工甲武漢肺炎講是中國病毒，這是讓中國無法度吞忍。總下令要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這3間美國報社派駐中國記者，將因趕離開中國。美國嘅國務卿蓬佩奧對北京阻礙採訪自由感覺遺憾。來看聯合報，國內昨天加23例，即馬咱國內確定病例有100例。若對今日飯店開始，咱台灣嘛要限制外國人入境，對外國返來台灣人全部攏愛居家檢疫14天。來看《蘋果日報》，因為疫情嘅影響，全球嘅金融市場為着穩定。運用受影響，為着要穩定咱國內投資人的信心，國安基金佇咧今日要召開委員會討論敢要入場護盤的代誌。另外，台積電昨昏嘛公告講，因為一個員工去為着武漢肺炎，所以即馬要啟動分組辦公，毋過未去影響公司的營運。
武汉肺炎的疫情即马互规个欧洲拢崩盘。疫情指挥中心昨昏嘛宣布讲，对今日饭店开始，公务还有商务例外，其他的外国人拢袂使入来台湾。而且若是对外国倒来台湾的台湾人，也是来外国来的人，全部拢爱居家检疫14天。国内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个案增加真紧，感染源拢来自欧洲、美洲甲非洲这地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3月19饭店开始，外籍人士除了公务或者是商务旅游证明以外，禁止入境，而且无论是外籍人士或者是台湾人入境时，拢要居家检疫14天。非本国籍人一律限制入境。那所有入境者皆需居家检疫14天。那从3月19号0时起实施。外交部表示，除了有居留证、外交公务证明、商务旅游证明，或者是其他经过特别许可者以外，其他外国人拢不准来台。从台北时间3月19号0时起，搭乘飞机起飞来台的非本国籍人士，除了拿居留证、外交公务的证明、商务履约的证明，或者其他经过特别许可者外，一律限制入境。指挥中心也考虑英国、法国、意大利这国家地区疫情3月7已经爆发，会回溯3月7到14期间，有欧洲旅游所民众，包含伫土耳其、杜拜转机的人，将改为居家检疫14天，人数差不多是16000多人。请你主动跟乡镇市区公所来做联系。乡镇市区公所会补开居家检疫证明书。根据统计，在旅客当中有562人去看医生，其中550几有上呼吸道症状，12几有肺炎，也有100多几采检当中。指挥中心强调，未来检疫工作量一定增加真济，尤其这2礼拜是防疫上严的时阵，提醒所居家检疫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要做好个人卫生。另外，接受居家检疫的人也要防疫补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马来西亚，即马马来西亚武汉肺炎的病例嘛，伫土地增加，而且一时啊就加满200个。马来西亚嘛已经宣布讲，对昨昏18开始到月底，要禁止外国人入境，嘛禁止马来西亚的人民出国，而且这消嘛禁止民众聚集。这消息一出来了后，嘛随引起小济买不住的现象。今天是马来西亚政府宣布14天全国行动限制令的第1天。那可以看到街道上人潮明显减少，那平时上班时间会塞车的路段，车辆也减少许多。马来西亚首相慕尤丁宣布，为3月18开始锁国14天，直接冲击民生消费。超级市场内底会当看到你抢买物件的民众，青菜、水果等食物，还有卫生纸、一寡民生用品，看会出来拢互买了了。平常时车辆真济，热闹市区主要道路嘛无出现真济车。逐工爱去新加坡通勤上班的马来西亚民众，更加是赶紧出城到新加坡去住。那个马来西亚的劳工就连夜赶快跑到新加坡去，然后因为他们怕没有办法过去上班，所以他们就会先在那边暂住一阵子。马来西亚政府在对这方面是有一点慢半拍，就是刚开始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群聚的活动。那直到前几天开始爆发之后，政府才下了这个封城还有封国的决定。雄雄锁国有人认为政府决定伤过赶工，并无完整的配套，宣传嘛无够。马来西亚锁国了后，除了公务机关，也有一寡商店有营业，私人企业袂当开工，袂少人必须爱伫厝里上班。从4月之后，所有的订单都已经至少减半，或甚至有些是保留他们的订单。问题是，请我们不生产。我们公司全部人都是 work from home， 员工就在家，然后就不能上班啊，然后很多公司都会可能面临倒闭的危机啦。马来西亚疫情会严重到要赶紧锁国，大商认为甲宗教集会惯势有关系。马来西亚蛮多回教徒的嘛，穆斯林，他们祈祷的时候全部都聚集在一起嘛，又握手又拥抱，全部都没有防疫的概念。武汉肺炎疫情爆发，马来西亚以锁国来应应，希望会当减轻疫情。但14天的天降冲击，佫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恐惊佫有待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那澳洲昨昏是甲全世界的旅游警示拢有到上悬，这嘛是澳洲头一摆安尼做。菲律宾已经宣布讲，因全国要进入6个月的灾难状态。连 CNN 伫菲律宾的办公室嘛传出有人去画到，那马来西亚已经封锁因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就讲，东南亚已经进入社区传播期。澳洲当地已经有超过450个确诊病例，5个人死亡。澳洲政府18宣布禁止室内100人、室外500人以上非必要性的集会，而且嘛甲全球旅游警示提悬到上悬的第4级，嘛是澳洲史上头一届安尼做。The travel advice to every Australian is do not travel abroad. Do not go overseas. That is a very clear instruction. 菲律宾17暗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灾难状态6个月，会阁看状况来调整。CNN 的菲律宾办公室一个员工确诊，当地 CNN 频道已经停播，办公室进行消毒。菲律宾17就关起来高会期交易，会拄19开始恢复，毋过交易时间会变短。占全国人口数量一半的卢松岛封岛措施，拄即马开始到4月12，而且拄20开始，卢松岛包括大马尼拉地区的各机场禁止国际线的班机出境。毋过，伫咧菲律宾的外籍人士嘛袂阁限制72小时以内出境。若是会当提出24小时以内旅游证明，伫咧社区隔离期间也是会当入境。若是马来西亚禁止本国人出国、禁止外籍人士入境的锁国措施，拄18开始正式启动，一直到31。学校的部分嘛停课，首都吉隆坡已经看袂到像英国遐尔闹热。Saat ini saya setuju je dengan langkah-langkah kerajaan sekarang ni, apa yang dia perintahkan kan untuk kebaikan kita semua masyarakat manusia ni lah. 南亚的斯里兰卡18开始禁止所有航班降落，总共2礼拜。政府嘛呼吁民众尽量踮伫厝内，降低病毒传播的几率。若是人口真侪，印度差不多每一天拢有出现新增加的确诊病例，目前已经125例，还佫有2个人死亡。印度宣布甲真有名的观光胜地泰姬玛哈林，还佫有其他国一甲博物馆关起来，一直到31。首都新德里等等真侪邦嘛，甲学校、娱乐场所、甲健身中心关起来，严格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东南亚一寡国家当地进入病毒社区感染的阶段，呼吁各国爱积极行动，才会当对抗病毒传的速度。记者综合报道。那日本的资生馆嘛传出头一个病例，即马台版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东京。日本的疫情嘛无啥乐观。那南韩的部分，伫大邱区有一间疗养院发生群聚感染，有70多人去挖着。南韩的武汉肺炎病例增加的速度变较慢，已经连续4天，大港增加无到100个。 금일 오전 0시 기준 코로나19로 치료받고 있는 확진자는 6,789명이고 1,540명이 완치되어 격리 해제되었고 84명이 사망하셨습니다. 第小年的电话客服服务中心，甲京畿道一间教会发生群聚感染了后，大区嘛有5间疗养院，有87个人挖着，其中74个人是共一间疗养院。若是小年的病例增加5个到270个，南韩政府嘛已经要求民众甲无必要出国旅行延期也是取消。 前线直接来看武汉肺炎的疫情，拖全世界已经大大影响航空业。美国的航空业者是要求美国政府爱提出500亿个美金来纾困。那下国的酒店集团万豪集团已经有万外的员工开始在休无薪假。那有的甚至是直接收单，叫员工回去食家己。还有受影响的产业，即嘛是愈来愈多，包括全世界的汽车产业嘛拢真害。 欧洲疫情大爆发，汽车业变上新的受灾户。全球上大汽车制造商福斯拜利宣布，欧洲真侪工厂会对这礼拜开始暂停生产。Angesichts der sich aktuell deutlich verschlechternden Absatzlage und der sich abzeichnenden Unsicherheit bei der Teileversorgung unserer Werke wird es an den Standorten unserer Marken unmittelbar auch zu Produktionsunterbrechungen kommen. 福斯旗下品牌包括奥迪、Skoda、保时捷、兰博基尼等。福斯执行长表示，目前疫情影响销售，马上供应断去，欧洲各地工厂会暂停运作，上无2礼拜。福斯宣布了后，戴姆勒嘛得做，安那伫前一天，包括菲亚特、克莱斯勒、PSA 集团、甲雷诺3间汽车公司已经宣布会将伫欧洲的35间工厂拢关起来。 除了汽车业有停工，全球酒店大房的业绩嘛受到冲击。其中下国酒店万豪已经发表声明，旗下有几万的员工会放无薪假，北京部分分店已经关起来，或者是实施裁员。
那美国航空业嘛是真凄惨，其中美国航空甲联合航空到5月份之前，拢会减少航班，或者是减薪因应。业者联手要求政府予500亿美金的贷款甲补助，阁有税务减免。川普政府已经暗示会协助，将纾困案也是确定。是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上大规模的产业纾困案。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甲美国台美关系，互政府讲是40年来关系是上好的。台美即马嘛要做伙对抗武汉肺炎，两国咱做伙发表声明，要合作。合作的内容包括疫苗预防车，还有药啊，还有快速体检的药剂，拢有。外交部长吴钊燮嘛表示讲，美国讲要提供咱台湾30万领防护衫的原料，若咱台湾听候喙安的产量较稳定了后，嘛会逐礼拜提供美国10万的喙安。对抗武汉肺炎，台湾甲美国决定加强共同合作。外交部长吴钊燮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共同签署台美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美国在台协会官方网站也发布信息，台美会共同对抗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冠肺炎病毒，进一步强化资讯甲合作机制。我们台湾新开发出来的这个追踪接触者的这个科技那美方认为说这个也是他们可以从我们这边学习的一些事项，所以在经过大家讨论之后，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更全面的这个合作计划，所以我们就在今天早上发布这个联合的声明。声明中讲到相关的疫情措施，包括快筛检验试剂研发、疫苗甲药品的研究甲生产、追踪接触者相关技术机制甲科技，举行科学家甲专家联合会议，防疫医疗用品设备的合作交流，确保防疫物资未欠缺。美方在世界各地缺料抢料的这个状况之下，还特别为台湾保留30万件防护衣的原料，以充实我们台湾的防疫的物资，让第一线医护人员可以安心。那台湾也在国内口罩产能逐渐成长稳定之后，将提供美方每周10万枚口罩。不过，若是提供美国每礼拜10万片喙安，台湾喙安供应量是毋是会真安呢？指挥中心强调，优先解决个人的需求，交换物资会量力而为。另外，除了美国联合防疫，吴钊燮也透露，真侪欧洲国家有兴趣甲台湾合作，各国家中兴的合作也继续持续当中。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台湾确定病例有100例，若这几天增加的病例，拢是对外国返来的病例较侪。为着要更较准确来掌握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者敢有好好点咧处理，降低社区传染的风险。指挥中心即马按算要启动电子围篱系统，透过手机定位的方式来掌握行踪。要毋过这套系统毋是讲完全来取代人工，若是有发现无正常，嘛是会用人工的方式去抓人。全球武汉肺炎疫情严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19饭店起限制所有非本国籍人士入境，而且所有入境者拢爱居家检疫14天，为更加正确掌握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者落实进行，降低社区传染风险。指挥中心要启动电子围篱系统，透过手机定位方式来掌握行踪。是针对这个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那我们其实是在电子围篱里边，我们是以他的手机的一个讯号，好来做看他有没有超出一个范围。那在这个手机的讯号里边，好，我们并没有拿到其他的资讯，我们只有他的一个位置的一个资讯。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也符合整个比例的一个原则，那同时也符合整个去识别化，那符合法规的一个要求。事实上，为提悬入境流程效率甲入境资料正确，政府早就建立入境检疫系统。伫起飞进前，或者是落地了后，透过扫描 QR code， 伫网络写健康姓名、锁定资料，加速入境通关定数，旅客资料也整合到14天。居家关怀防疫追踪系统，甲追踪过境的电子围篱系统，透过居家检疫者的手机定位，若离开检疫范围的系统会发送过境简讯互当事人、民政单位、卫生单位甲辖区警察。开始掌握相关人员的行踪，就所有有手机的一定要机场能够拨通，好，那这样的一个这样就建立一个资讯好的一个正确性。那全部用人工，事实上我们有再多人也不够。也跟这个NICE的合作，我们透过这个聊天的机器人，
可以让这个使用者主动这个回报这些健康的资讯，进一步的一些防疫的资讯。指挥中心表示，为3月14开始向前回溯，有欧洲旅游署的居家检疫者有16000多人，率去要由 HTC 规划设计开港机器人透过 LINE-BOT 系统平台自动化运作，让居家检疫者应自动汇报健康状况，不过并是完全取代前日作业。假使违反检疫情形，依然会回归原来人工追踪模式。记者综合报道。那为着要避免国外入来的病毒，即国外入来的病例日头增加，交通部观光局昨昏暗头啊嘛发公文，予国内的旅行社要求讲，对今仔日饭店开始一直到4月底，拢暂停出团去国外旅游，嘛袂使接国外团来台湾观光。观光局发公文，予旅行社要求对3月19开始到4月30暂停做旅行团出团。所有的旅行社拢表示讲，因会遵照政府的规定。那观光局嘛表示讲，因会看疫情的发展来调整广告的内容。这波疫情影响全世界，真侪航空公司嘛拢受影响。咱国内中央航空甲华航嘛同款。即马公司是鼓励员工会当加休假，另外嘛鼓励员工会当申请留职停薪。当机场大厅为报道柜台到商店街零零清清，国际武汉肺炎继续扩散。东洋航空证实，目前各载着2名确诊病人，分别由台北飞往吴志明、甲台北飞往温哥华。空服组员拢已经依规定伫厝隔离，2班飞机拢完成加强消毒作业。疫情严重，中央航也缀着华航开放员工申请专案暑假，强调无累积年资，也毋过无影响考评，逐个月无超过14天。另外也开放任何理由的留职停薪，也毋过拢无强迫性。航空业来讲，这个需求初估大概至少要有300亿元投入到对6家国际航空公司的。这个纾困特别是融资来协助他们能够周转。那这个因为金额相当的庞大也需要行政院跟相关部会的支持。受到咱国宣布即将关掉边境影响，限制非本国籍入境，有空服组员伫面册发文，这2天部分外站原本有无人数个位数的航班突然拢满啦。也毋过空勤组员受伫厝隔离限制，人力派遣突然非常吃力。伫这2天入境调过了后，所来可能面临无班通飞的困境。至于说大家都希望能够回到台湾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也会尽力来协助。交通部飞行应用全球可能有暂时断航趋势，航空业冲击比预期较大。民航局自打起接受国际航空公司申请融通贷款利息补贴，甲应付防疫3项费用。防疫3项费用是实报实销，像提供予第一线员工的度检，一期补贴1500为上限。记者综合报道。飞行机减航班，若是讲。国内的交通运输嘛，按算要减车抓，打通车的苏花改，因为拄着疫情，即马台北花莲之间的客运无啥人坐，所落来清明假期可能嘛会受影响。业者即马要向交通部申请减3成的车抓，若代替的北回线，旅客嘛减4成。北花客运的花莲站柜台头前是空，拢无人要坐车。业者表示，为28年假了后，平均每班车顶只有2-3人。后边清明年假有约订票进行，也唔是真理想，只好向公路总局申请减帮30%。北花这边的运量实在是偏低啦，那有一些班车甚至是载不到客人的，所以我们才会向主管机关这边申请减班30%这样。根据公路总局统计，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各道客运伫6个月来新开路线，载客降30.2%，北花线降的幅度上悬45.3%，各路业者经营压力，稳准减帮。长程的路线超过100公里部分，我们目前是允许减班大概20%。那新辟的路线国道或是观光的路线，像北花线这个部分，我们目前是短期核准它可以减不到30%。代替北回线部分，清明年假培养马号、太鲁高号也有自强号已经被订满，不过平常时载客量却是6-4成，车顶空位真多，就连原本卖真好的代替便当也受影响。上下车旅客的人数大约少了40%左右，
那清明节的订票状况，自强号包括一般自强号都已经订完了。影响大概40%左右，原本大约800多个，那现在就直接降到400个。另外，公路总局针对清明连假国道实施无20公里免费里程，通行费单一汇率搁拍7折价优惠，每一间客运也推出折扣。公路总局强调，检查班计划会每个月检讨。记者综合报道。电风向上头，咱台湾是水果王国，真侪水果拢是真好食。那全台湾种卡马豆的细粒卡马豆的面积差不多大约是800公顷。中华已经是第5届举办卡马豆的比赛。那前3名得顶的卡马豆，这甜度大约拢是伫咧11度到13度之间。农民嘛趁这机会互相交流种卡马豆的技术。底伫咧盒仔内底的塔马豆，细个粒仔叫做小果番茄，大粒红个金，食起来皮薄又个不俩甜。这个柑仔蜜拢是中华农民骨力生产、改良、用心照顾的成果。中华县秀水乡公所甲秀水乡农会今年第5摆举办健康优质的小果番茄评鉴比赛，秀水乡农会辅导的农民就包办第1名甲第3名。我本来说要清点一下，盘点一下我们整个。这个小番茄产业到底大概值的提升，还是农民的收入有没有增加？所以可能刺激到了，说今年他特别比较投入所以第1名、第3名都是我们秀水。台湾的小果番茄，规年冬天种植的面积差不多有800公顷，秋天甲冬天的产量上多，营养的价值也不哩高。唔但会当降低心血管疾病，小果番茄内底也有济的纤维素，会使帮助消化。参加评鉴的柑仔蜜，唔但爱有行政院农委会所认证的产销履历，也有有机认证的标章，甜度佮爱有一定的水准，才有法度互评审定头。品质相当的好。评审也是相当的考虑的再三考虑，终于我们有些许的差距之间，我们评出来的冠军的话呢，它的甜度有到了11度，将近12度左右。前3名当然都有11度、12度都没问题。透过评鉴提升农民的栽培技术，农委会也积极外销，甲台湾1.1的小果番茄杀向国际，互更较侪人批判。台湾农民的打拼也通得借这个机会，互更较侪人看到。记者综合报道。那屏东潮州是有鸭农，是饲这无啥好饲有野性的绿头鸭。这鸭是愈饲愈有规模，即马生产有机而且好食的鸭卵大受欢迎。时间到，伊卵生了，伊才会出来。笑这阵鸭过了真自在，卵生了就飞出去世界飘撇。屏东潮州的鸭农陈耀如，伊所饲的是市面上真罕见的金头鸭。其实饲这寡有野性、佮恶管理的金头鸭，是从因老爸就开始饲啊。夏天它会飞走，冬天它就来。我父亲说这样不行，因为冬天我们没有东西吃啊，所以我们。那一天，我跟我父亲就跟我讲说，那我们抓几只回来养，我们冬天就有东西吃，这样啊。陈耀如强调，早前有几只金头仔飞去因兜的水池啊，原底因老爸是要饲来生卵，解决较早无够食的问题，想袂到落尾愈饲愈侪，转用2架地含泉水在饲。即马园里的鸭大约有300多只，因为环境好，一寡金头仔落尾认主人，嘛愿意伫遮定居。你要自然的养，它才会温驯。你假如比如说它现在有的蛋还没有生完，它生完了以后，它一出去，你要赶不回来，要等天黑，它自己慢慢走回来。一寡金头仔生的卵拢是有机的，但要如为着确保品质，拢有送检验。伊希望园区的好环境，除了饲鸭，嘛会当种一寡品质好的农产品。记者综合报道。饲囝毋是老母的责任，是爸母拢爱共同来承担。也毋过伫咱台湾真侪公共便所，替囡仔换尿珠啊，这尿珠啊台拢设伫咧查甫便所较侪，伫咧查甫便所的无够5趴。所以宜兰即马按算伫咧16位查甫便所内底，装备会当替囡仔换尿珠啊的尿珠啊台，互爸爸要替囡仔换尿珠啊嘛加较方便。囡仔是爸爸妈妈的心肝，车用也着2人斗阵付出。毋过真侪所在拢甲尿纸仔台装伫女性便所，若爸爸要替囡仔换尿纸仔是真无方便。
之前如果男生没有尿布台的话，我们在男厕就是用那个马桶盖，好，对啊，小一点就是躺平在马桶盖，啊，大一点就叫他站着换了。县政府表示，từ 108年调查县内妇女生活需求，有6岁以下囝儿的女性，逐工顾囝以7至9点钟占上悬无到4成，希望带头对男性公共便所装料子啊台推动性别平权。因为现在少子化嘛，希望能够家务分工。那这个分工的话，以前的话，我们在厕所的话，几乎男生如果要换尿布的话，真的很为难，都需要用深蹲的方式才有办法换。当宜兰县对政府机关风景区顶16位男性便所装料子啊台，嘛希望带动公司团体做伙来，让爸爸妈妈带囡仔在外，拢方便行向平权时代。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即马武汉肺炎的病毒伫土拢对国外入来，所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讲，因按算要找17个伫通机场的检疫站做检疫的护理师。指挥中心是表示讲，爱先找到人，总比讲死到日到找无较好。武汉肺炎疫情拖全球，为加强境外防疫，疾病管制署再度发布找人启事，征求17名有医护背景、伫桃园国际机场检疫站的护理师，为到任起请6个月，月计49875块，实际出勤逐工各有500块的交通补助费。5万块应该还可以啦，用资源性质的，然后就以现在在当家庭妇女之外的这些妇人可以过来帮忙啊。假如是我的话，我不会来。5万块这种时间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是，你觉得对护理人员来讲，机场都是高风险的地方是吗？对啊，我觉得应该10万差不多吧。疾管署表示，机场检疫护理师主要办理出入境旅客健康评估等传染病检疫相关业务，用24小时轮班制，每班8点钟。护理师全国联合会认为，检疫工作有一定风险，也可能被围掉，薪水以外应该要有更加多防护保障。我们更在意的就是他额外提供给护理人员哪一些防护，如果护理人员自身染疫的情况，有提供哪一些的补偿措施。针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新措施，自19:00点开始禁止非本国籍入境，入境的人一律居家检疫14天，来台湾旅客一定减少真济。机场检疫站的护理师到时阵应该爱如何配置？指挥中心表示，防疫期间人力永远无够，先交部相关人力做好适当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台北国际书展对2月份迁到5月份。不过，即马文化部已经宣布讲，决定今年要停办。另外，台湾文化创意设计博览会嘛讲要暂时停办，也有今年的金马奇幻影展嘛要停办一届。台北国际册展逐年有160万的参观人次，有159个国际人士来参加。原本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对2月份延到5月份来举办。不过册展基金会甲文化部考虑到大形式的活动风险真悬，国际参展单位甲创作者嘛有可能不法度来台湾，佮加上延期是袂通的，所以决定讲要停办。如果到7月再办今年度的话，那明年度的活动就会受到影响。所以，那今年又没有办法把握说这个疫情可以控制，然后安全。基金会表示，参展单位内面单位的费用会当全部退钱，已经预订门票的人嘛会当全额退费。不过停办活动所造成的损失达到成千万，对出版业者来讲，停办册展就是失去一届创作营收的机会。时报出版社表示，这届疫情的冲击会阁继续，而且力头真大。是现在普遍书店的人潮少很多，少了1/3，少了1/2。然后网络现在有点成长，可是网络补不了书店的衰退。这个春天、这个夏天恐怕会很寒冷。我们至少已经做了半年衰退的准备。另外，文化部2010年开始举办的台湾文化创意设计博览会，去年已经有超过35万的人次来参加。不过，参展业者反映国外原物料无法度到货，佮加上原本场地下半年无适合的档期，所以暂缓举办。若是原本定伫咧4月份举办的2020金马奇幻影展，影展执委会宣布为着维持活动特色，确保人员健康，所以决定停办一届。记者综合报道。
武汉肺炎影响各行各业，真侪产业拢受影响，但阁嘛是有少数的产业，即马生意颠倒好，亲像伫咧网络卖物件，网络的生意就真好。美国的沃尔玛等一寡超级市场，最近消费者真侪，大家注文物件买了后，消费者嘛会使要求点头，甲伊买的物件放在因兜门口就好。送货人员将伫网络买物件放伫门口，住伫4句高过节太太才开门摕物件。对疫情变严重了后，尼伦伯格太太所有民生用品拢伫网络食品的平台买，佮请对方甲物件放伫门口就好，完全避免甲人接触的风险。I had gone to the grocery store after the outbreak started, and it was a madhouse, and it was crowds of people, and everybody coughing, and me probably being a little paranoid. 尼伦伯格太太讲，伊2个囡仔佮细汉也尽量做好防疫措施，保护家己佮亲人。有袂少的美国人佮这个少年妈妈有同款想法。调查显示，包括沃尔玛等超市或者是购物平台 App， 最近逐工的下载量创下新高，线顶订单明显成长。其中，佮伊买菜餡、大洗手佮罐头食品的需求上高。另外，餐点外送平台嘛发现，因比过去更较无用。伫加州的这间餐厅业者嘛表示，因的外送订单变少了，拄好会当弥补来店的人客减少的损失。专家认为，伫非常时期选择伫网络买物件，或者是外送，风险比起来较少。Weighing a restaurant or the grocery store versus home delivery, probably the home delivery would be less risk. I would guess, there are no studies on that, but I would guess there'd be less risk to that. 因应疫情，互真侪人转向伫网络买物件，带动订单出货需求增加。亚马逊拜一就宣布，会伫美国增加10万个长途甲送货人员，而且1点钟薪水会提悬$2到15块，时间到4月底。另外，亚马逊阁向卖人广告讲，为着有空间会当放甲防疫相关的民生用品，摆美甲欧洲的仓库暂时无收甲无送其他商品。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即马当地欧洲国家，伫德国有一个去为着武汉肺炎的病例，即个病人伊透过网络分享伊对抗病毒的点点滴滴。啊，那伫咧法国的巴黎，有人是伫街仔路替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加鼓励。德国巴尔特一个律师兼地方政治人物普莱斯勒，顶礼拜六确诊互画着了后，就送去病院治疗。伊发现真恶找到患者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就决定用 Twitter 分享家己对抗病毒的过程。伊的翁婿嘛不幸来确诊，目前伫柏林隔离。伊的3个囝儿虽然体检拢是阴性，不过按规定要是爱居家隔离。Es ist bitter für die Kinder genauso wie für mich. Wir können uns alle nicht anfassen. Wenn jemand weint, wird er von uns eben aus der Ferne getröstet. Heute Morgen habe ich mit meiner Jüngsten FaceTime gemacht und sie hat so geweint und dann kullern die Tränen und dann schmusen und küssen wir über FaceTime. 普莱斯勒甲大家分享对抗病情的过程，健康的状况是反起反倒，有当时喘气阁会有困难，不过也无肺炎的症状。Es ist schon ganz schön hart, aber es ist auch immer schön, einen Menschen zu sehen, dem man ins Gesicht schauen kann. Denn ich sehe hier seit Tagen niemanden. Die meisten Menschen kommen mit Schutzbrille und Mundschutz in meinen Raum und halten dann noch Abstand. 挪威一个单亲妈妈因为烦恼群组感染，甲查某囝庆祝生日的聚会取消，不过阁无想要互因失望，所以就伫人面册的群组征求祝福的卡片。无几天的时间，真侪卡片就对全世界无同的所在邮入来。I think it's beautiful, and I'm really happy that people can show so much love for people they don't even know. 奥地利维也纳是设立类似武汉的分床病院，专门医治轻症的患者，提供病床、插座甲洗浴的设备。市长麦克视察的时阵表示，确诊了后上侪会当收3000人。面对疫情愈来愈严重，法国巴黎徛街的装病传出大家互相加油的声，嘛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鼓励大家唔通互冠状病毒打败。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咱受方面甲华南喷河区的影响，台中以北甲东部拢会落雨，尤其北台湾的雨会较明显。明仔载方面走了后，水气才较减。咱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4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7度；外岛是14度到27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